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台湾话内底真侪外来语。当然咱知啦，对日本话来真侪。你讲马库尼啊，你讲慢吧，你讲奥多拜，你讲甚至讲韩多鲁，也是讲罗赖吧，这种日本话呢。啊，伫生活中吼，就是新的元素。你讲我讲，到落尾吸收，外来语会变做台湾话一部分。对毋？啊无马库尼啊，你敢要讲后照镜？那照汉而翻，人换听无啊啦。所以吼，外来语就是丰富咱的言语。国情今日要比较讲现代人咧讲的外来语，50年前台湾本身家己有话无？100年前台湾人安怎样讲这款的概念？头一句咱来讲无以上，咱知讲无以伫英语内底进入日语，加一个上无以上变做啥？变做伫咧道边咧讲服务生咧讲点菜咧讲算账迄款工课。啊无以上，较早人安尼讲。咱认真来甲想哦，50年前的台湾人，伊无即句无以上，较罕得讲哦，较常讲啥？讲走道的，伫岛啊中间安尼软来软去，走来走去，即句原来介活泼，讲出来咱就袂输，敢若看到迄个景。对，即款角色，即款工课啊，我咧做走道的，工课无分贵贱，走道的若做会好，人客进步原来袂少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这原来日本话，原来外来语，当然即摆大家拢听有啊啦，连流行歌嘛咧唱。等你用一条歌介时行，内底歌词讲三番走唱唱无停，接3、4千。煞毋知影讲伫风月场所内底人家是，就是金门王变飞大，因咧唱人家是，人客若看了欢喜，听了入耳，接济少无论，结果吼三番走唱接摕到3、4千。啊，这日本时代原来有无共款的话哦？但係你大书店甲变开，发觉讲原来即句接咱现代人咧讲的消费啦。日本话咧讲的即句，日本时代台湾话有另外一款讲法，或者烧菜。哦，即句吼认真讲，即马已经无得去听的啦。国情正经袂晓讲，我是看书店才会晓的就对啊。烧菜消费，就是讲本来伊来甲你算账，即道就5000，啊你看了伊服务了真周到的时阵，来哦，无以上，这吼淡薄仔互你做即步，你摕500，摕300互伊，安尼叫做即步。过来第三句。讲无以上做了，那真正服务了周到的时阵，人客接步原来袂少，安尼就是抢数啊！吼，即句咱拢知吼，抢数就是讲吼，今日有，无定明仔载会阁有，安尼叫做机会对。那以现代角度来翻，抢数就是机会。咱嘛知影讲，这是对英语入去到日本话内底抢数即句话，抢数表面讲机会济少无论，啊咱安尼。3句甲做一句讲，就是讲无以上做了，若服务照起工，人客若摕即步摕了济，今日抢数袂歹，我嘛感觉真欢喜，外来语真趣味，真艺术啊！